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客家委员会要送予民众的浪漫客庄的旅游券，一张800块，有超过358万人上网来登记，要来抢14万份的名额。到伫中昼12点，客委会直播来抽奖，啊5点过了后，一个来通知得奖的民众。 电脑一日起，较无1分钟时间，系统就为358万外人流出14万真好运的人。客委会推出的客庄券中昼直播流口啊，采用是类似台湾彩券的bingo抽奖的系统，用电脑程式随机扭出来，让人机会拢同款，是讲登录人真济，敢若10%的中签率。 扭到人下晡5点后会收到通知，暗时7点后开放中奖名单的查询。这好运的人为8月7日起，就会使摕电子票券到全台湾11个县市超过4000间的浪漫客庄游指定消费。